如果你問我可以代表坦洲嘅樓盤喺邊度，我可以話你知就係呢一度啦，中澳春盛啊，佢係坦洲嘅標杆樓盤啊，佢嘅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啊，一條馬路之隔咧就到珠海嘅前山啊，但係咧佢呢度只需要珠海1/3嘅樓價，1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300幾萬嘅品質啊，講到底啊，性價比高啊，先至係最大嘅吸引力啦，而且呢度係大人嘅港人社區啊，60%以上都係香港業主嚟噶。嗱，屋苑門口咧就有跨市公交車站啊，而且仲有香港直通巴士噶，每日都係會有發車嘅，直接係可以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啊，直接喺微信公眾號咧就可以買飛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好多人以為坦洲咧係山卡啦，其實咧坦洲大道已經係通咗車噶啦。珠海、中山兩地跨城速度非常之方便噶，15到20分鐘係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同埋拱北口岸噶。中澳春盛嘅配套一啲都唔差過珠海市區噶，落樓就有大型嘅生活超市，入邊可以買餸、生活用品等等嘅。小區周邊3條商業街有超市啦、藥鋪、便利店、餐飲應有盡有啊，95%以上嘅商鋪咧都係營業狀態嘅，而且幾分鐘咧就可以到坦洲嘅優越城啊，而且從項目出發揸車10幾分鐘就可以到達珠海嘅環宇城啦、華發商都、山姆會員店、富華里等等珠海主城區嘅核心商圈啊。養老睇環境呢個真係唔吹水噶，中澳春盛嘅園林咧屬於係非常之大體量嘅配置啊，唔係走走過場嘅花花草草啊，而係真正落到實處園林系統東南亞風情嘅風格，業主落樓就有度假 feel 啦。項目分為多期開發啦，社區已經係入住咗好多年噶啦，園林唔單止冇荒廢啊，而係隨住呢個時間咧越嚟越成熟啊，整體園林嘅維護標準咧係明顯高於一般住宅社區噶。同時，小區內仲有兒童遊樂區、健身中心、泳池啦，同埋飯會所等等設備嘅，可以滿足到全齡團業主嘅日常運動啦，同埋休閒需求。坦洲終於都有小兩房啦，呢個係81個平方嘅，入到嚟咧就係開放式嘅廚房啊。咁我個人咧係比較中意咁樣嘅開放式廚房，亦都係比較輕嘅。咁就行過嚟就係衛生間啦。咁呢個空間咧亦都係十分之足夠嘅喎。餐客廳一睇嘅設計南北通透啊，採光相當之靚㗎。咁露台咧係做咗風窗嘅設計，可以望翻籃球場啦，同埋園林嘅景觀嘅。咁如果再選到高層少少景觀，仲更加靚、更加開揚㗎。左右兩邊2間房啊，咁呢邊係做咗開放式嘅兒童房啊，景觀都係望翻園林嘅採光相當之唔錯㗎。再行過嚟就係主人房啦，呢個空間亦都係十分之足夠嘅。咁呢一度仲可以做一個私人嘅衣帽間喎。中澳春盛呢度離關口近啊，自帶港澳直通巴士啦，園林成熟喎，配套完善，加埋價錢嘅吸引啦，毋庸置疑係港澳客戶嘅首選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後台私信我將佢嘅最新資料發俾你，跟住折扣房亦都係發埋俾你啊，仲可以約 Mia 出嚟實地睇樓㗎。